新闻一开始，先提醒来观众朋友，伫咧风台天唔通看外口无风无摇，就出去外口热扫。讲到这风台卡路当咧瓦紧，影响上界大就是北海花路，规工拢是一阵风一阵雨，甚至有交通负载和风渗落来。那金山老街大部分的店家是拢无开。那讲到海边啊，风雨是真大，海巡人员透早就伫咧巡逻，也是有民众硬要看海洋。风正头海洋真大，一波接一波，一扫起来海边，本地是一片金黄色的海沙堡，即马顶悬拢是粪扫。风台内啊，第一个受影响的北海岸，规工拢是有时出日头，有时落雨，阁有强阵风，烦恼民众来海边啊看海洋伤危险，海巡透早就出来巡。风台警报发布，北海岸沿岸海沙堡的入口处拢有封锁够洗白，滨海店家有做生意的，敢若剩少数尔。好像风浪很大吧，可能没有人敢来。真的啦，还有这边是看天气在吃饭。真侪人爱去耍的金山老街嘛是拢无人，有店家搭的布棚风吹甲变去，店的招牌嘛互强风吹甲动动海。即摆风台的强阵风服业真是真烦恼，就算无开店嘛，早等来加强风台措施。我们会用一些砖头去压在一些玻璃的帆布，然后外面一些比较大的招牌，可能我们就会请厂商把它卷起来啊，对啊，然后就是看一下亚克力那些有没有掉下来，或者是比较破损的。滨海公路有青阳灯，互强阵风是吹甲拢落去啊，有一条电线对风海来海去，只是伫一下路一下无路的风雨内面，同款有一堆人伫路边的凉亭咧欣赏大影。海巡队员提醒讲，根据气象资料，加人北海岸一直到拜五，拢可能有10级到11级的强阵风，民众要注意安全，尽量莫去海边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